頭先講咗好多嘅都係關於小朋友打鼻鼾啊、睡眠窒息啊嘅情況出現，咁或者咧家長啊、媽媽啊都要好多心神或者好多個精神去留意自己小朋友究竟有冇呢啲情況出現。好啦，做完咗一日嘅工作，咁當你瞓翻落床嘅時候，有陣時可能發覺你瞓落床嘅時候，原來瞓喺你隔離嗰位就有晒我頭先講嘅情況喎，打鼻鼾會窒息啊咁樣樣。其實睡眠窒息咧，成年人都會有嚇，不論男女都會發生嘅。咁同樣地同小朋友一樣㗎啦，其實肥胖都係一個主要嘅因素嚟嘅。而喺成人嚟講嘅話咧，其實睡眠窒息都會幾影響日常生活，因為如果有睡眠窒息嘅話，第一樣嘢就係朝頭早，佢哋好多時咧都會係冇精神，因為一晚咧得唔到適當嘅睡眠，咁所以咧佢第二朝早嘅時候集中唔到精神啦，好攰啦，好易瞌着覺，影響佢日常生活嘅工作表現，甚至可能係開會啊、上堂啊或者工作嘅時候會瞓着覺。最嚴重嘅，譬如喺揸車嘅時候啦，或者操作機器嘅時候，如果佢哋真係瞓着覺，就可能會有意外發生。所以其實成年人同小朋友一樣，如果有鼻鼾嘅話，係非常之需要去睇下會唔會自己有睡眠窒息。除咗會影響日常生活之外，睡眠窒息其實都係可以會影響血壓啦，導致血壓高啊、心臟病啊嗰啲，甚至可能會影響內分泌。咁所以如果懷疑成人嚟講會有睡眠窒息嘅話，或者有打鼻鼾嘅話，都一定要去檢查清楚，睇下係咪睡眠窒息。好多成年人或者好多病人都會擔心嘅，如果發覺睡眠窒息咧，因為醫治嘅方法就係戴正氣壓呼吸機。第一個問題就係話部機會唔會好大部㗎？會唔會好阻埞啊？我成日要出去外邊出 trip 啊，我成日要去工作公幹㗎噃，佢會唔會影響我啊？咁呢個其實係唔需要擔心嘅。而家嚟講嘅正氣壓呼吸機已經相對個 size 咧，個體積咧係好方便。其實你可以隨時去旅行啊，都可以帶住。除咗咁樣之外，佢哋另一個擔心嘅就係瞓覺嘅時候，我要戴咁多嘢喺塊面度，或者會唔會戴一個好大嘅面罩啊，令佢唞氣辛苦啊，或者瞓唔着覺啊咁樣樣呢？其實唔係㗎，你可以見到我隔離呢兩款型號，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型號嘅一啲面罩。係等你喺睡眠窒息嘅時候戴上呢個正氣壓呼吸機幫你唞氣。當然啦，好老實講，冇人會習慣話戴住一個口罩瞓覺。咁但係嚟講，經過時間，你俾時間適應嘅話，好多病人都會發覺，原來戴咗呢個正氣壓呼吸機嘅時候，得到充足嘅睡眠，個人就會精神咗好多。咁所以係唔需要擔心嘅。咁或者有一部分嘅病人真係唔能夠接受到正氣壓呼吸機。完全唔用，你情願有我打鼻鼾啦咁樣樣。咁其實除咗呢個，我哋都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你嘅。咁但係你話醫治嘅方法或者外科治療嘅方法咧，就要睇下每個病人係唔同㗎啦。所以首先要去睇咗你嘅耳鼻喉科醫生，同你做一個檢查，再慢慢同你分析究竟你係乜嘢嘅地方導致會有呢個阻塞嘅情況出現。好簡單嚟講嘅話，如果你嘅阻塞情況係因為喺呢個鼻裏邊嘅鼻中隔骨偏側啦，又或者係你嘅下鼻甲脹大嘅話，我哋係有一啲手術可以將個鼻骨偏正啦，擺翻正佢，同埋將個肥大嘅鼻甲剪走咗去嘅。咁另外有啲情況，譬如成年人都可以扁桃腺脹大，又或者係呢個乳顎呢個吊鐘嘅位置係過長或者係過肥嘅時候咧，都會影響咗導致鼻鼾或者鼻塞。我哋亦都有外科手術可以將佢割走。咁除此之外，條脷如果都係過厚或者過大嘅時候，都會造成阻塞。咁以上呢啲手術其實除咗話外科手術要做全身麻醉之外咧，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啲所謂嘅射頻方法，係做一啲小儀器插咗入去裏邊，用射頻嘅方式將呢啲組織縮細佢，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唔同嘅病人、唔同嘅問題，就會有唔同嘅治療方法，你係需要請教翻你本身嘅耳鼻喉科醫生嘅。